而家係美國西部時間2025年4月13號晚上7點40零分，我嚟到 Pacific 呢度同大家分享下美景啊！呢度唔大霧嗰陣時候咧，都好靚嘅。嗱，就係呢個 view 啦。前邊嘅沙灘之前同阿 Bobby 嚟過嘅，呢個 Pacific。好啦，拜拜啦，聽日要上班咯，干巴爹啦！祖國嘅親們，你哋好。夕陽無限好啊！只是近黃昏 ，I miss you。蛋蛋，拜拜。你又享受緊嗰個美景，我哋而家係中午11點幾啊，未夠12點啊，唔知幾點啊，而家差唔多啦。阿媽喺度浸緊溫泉，亦享受緊我哋祖國大陸嘅舒服情況啊！你嚟又好，我嚟都好睇下睇下大家好才是真的好。希望世界和平啦，大同社會唔好咁多紛拗啦。而家係打咩子彈任你飛啊！希望過多1日半日，希望好啦，大家個泡沫繼續繁起撩起。